来关心立法院发1万块现金的消息，行政院通过论性特别条例修正案，决定普发现金1万块。若是条约达成共识，立法院嘛伫9月上旬完成法制化，那咧行政团队就有可能伫9月份普发现金。针对这点，行政院长杜永泰呼吁，希望立法院条约党团赶紧通过修正条例，行政院会用上紧的速度来编定特别预算。特别条例制定通过。 但那是风台这内出来拥有风台马母大灾情，立法院通过灾后重建条例，预算规模加码到600亿，嘛有针对受灾户救助。另外，饮水达到50公分以上，可以当每1户各发2万。条约达成共识，顺利3读过关。另外，普发1万，莫来报告时间。我恳切希望。 立法院朝野各党团紧速的来通过这个修正条例，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来编定特别预算。不过，国民党这期普发现金准备过程拖伤久，是搁伫咧等啥？对这件代志，郑议讲，若是条约对普发现金有共识，立法院就会当伫咧8月底通过特别条例，甚至卖当赶紧伫咧月底进行提出论性特别预算案。若是立法院9月初完成法制化。 就有机会伫咧9月普发现金，后面就会当赶紧领到这条钱。开始领，我们希望把时程可以定在10月。如果朝野有心来合作的话，也许把期程再提前也是非常乐见的。既然已经拍板了，我想连执政党的立法委员都会催促他们内部行政程序要加快，只会比。 卓院长所说的日期更早，不会更晚。不过，传出政院原本倾向无规限普发现金，不过特别条例内底包括产业支持方案和国土安全论性经费，却认为拢是普发现金的目标，所以政院必须爱主动改套。我要提一个修正案，所以时间整个往后拖了，把普发现金当肉票，而不是说那个什么任性那部分当肉票。黑白讲了，无论是在对产业的支持、民生的照顾，以至于国土的韧性，都是目前国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。普发现金伫要入大家课题，动作会当较紧的无，也阁无清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